中沙鹿市场讲愈来愈落水，即卖是店家比人客较多。地方希望甲市场转型活化，请人客来。 伫咧沙田路的沙鹿公有市场已经超过40年的历史，把带动当地发展。不过，即马煞生意真歹，店家比人客更较多。沙鹿市场它位于沙鹿区最精华的地区，那长期以来呢，摊商的生意一直没有办法活络，没办法做起来，人潮也无法引进。当地民代注意到这个情形，希望市政府会当协助转型活化，卖互沙鹿精华地段市场，当然会拍上讨债。然后呢，如果能够让有一些年轻人，他用很低的租金，然后呢可以避免比较大的成本，让他们试着来做创业。打工现有的停车空间无提供给消费者，嘛是衰退关心。经发局讲会继续和主治会共同拍拼，针对相关改造工程，继续密集总经费推测。 Hello， 我是冯维之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